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雄的小港机场为去年11月开始，敢若开放排班的客停车来载人客。一般或者是台湾客停车是拢禁止，若要载就爱伫咧机场外口的停单区。今仔下晡，台南、高雄、屏东三大客停车工会都去机场抗议，要求修法。上半台一般到台湾客停车，初五下晡在高雄小港机场头前的路段，司机换口号发动电控。修正版，修正版，保全义。南高屏三大客运车工会串联，因为机场过去虽禁止飞机场排班车一味招人客，暗过延到停车场才有约旅客。去年11月初到了，全面禁止甚至开发，说合作的车并有约单一批载客，若无公平，也对惯用 App 叫车的国际旅客无优先。停车场嘛照样交钱啊，为啥袂当伫停车场啊？叫阮就爱一个人客。800公车来啊！近几年的这个多元计程车开始成立，所以你的法规已经没有办法符合现在的一个社会的需求跟社会的进步。我们号称台湾是科技大国，可是我们一点都不科技。三大工会呼吁修改民用航空机场客运汽车管理办法，航空站代表接过电证书，表示透过法制研究解脱的方法。一定会来分别来处理，然后会广泛的来说去做最诚恳的一个回应。开放的话会比较多车了，有时候可能排班的会等很久。都客认为开放严格集中选择，暗过排班客人车感觉委屈，因为因是照规定申请各高会费。没有总量管制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并没有排斥其他人来报名，怎么可以说你不报名，然后又要来进来里面这样子营业？委员会强调，若主管机关要进行工会诉求修法，顺海照规定申请排班的机场计程车下晡排除串联各机场委员会也发起抗争。记者综合报道。